七八十年代，香港電視產業發展輝煌蓬勃，百花齊放，製作咗好多唔同類型，甚至家傳戶曉嘅電視節目。當年好流行電視撈飯，一邊食飯一邊睇電視，已經成為家家戶戶最主要嘅娛樂。去到80年代中期，電視台播放本地製作節目嘅時數更大幅增至65%。香港電視產業曾經喺東南亞處於領先位置，不過喺2000年後已經逐步被鄰近地區迎頭趕上。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嘅調查顯示，受訪者收睇免費電視節目嘅比例由2005年嘅99%下降至2024年嘅90%。其實香港而家年青人10個咗9個，我諗都唔睇電視啦，而且佢主動都係喺電話或者係其他串流平台。呢5年10年啦，其實周邊地區國家電視影業發展都好快啊！咁我哋能唔能夠彎道超車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喎。電視業界喺不明朗嘅前景之下，加上互聯網時代嘅衝擊，企喺車水馬龍嘅串流平台十字路口，香港商業營運電視製作產業到底何去何從？電視人都努力開拓創意，積極求變，擴闊國際視野，同時喺政府政策嘅推動同支持下，可唔可以把握機遇？又能唔能夠回復到我哋嘅電視撈飯時代，涅槃重生？香港免費商營電視產業近年面對唔少困難同競爭，既要顧及廣告收益，又要考慮觀眾嘅喜好。業界認為要回復最輝煌嘅撈飯時代，的確存在住好大嘅挑戰。一直研究創意媒體以及大眾文化嘅馮應謙教授認為，最大嘅局限在於市場。其實我哋而家面臨嘅競爭係咩？可能係東南亞嘅電視台競爭啦，韓國嘅電視嘅競爭啦，串流平台競爭啦。每一晚咧睇電視咧，我諗都係大概200萬嘅觀眾。咁200萬嘅觀眾咧，其實唔足以支撐幾個電視台嘅運作啦。因應近年互聯網資訊娛樂競爭激烈，政府積極為傳統電視行業拆牆鬆綁，務求喺更靈活同便利嘅營運環境之下持續發展。鏗鏘集就本港廣播業發展同相關政策，諮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方以書面回覆，2023年12月放寬有關贊助節目同間接宣傳嘅規定，以增加持牌機構嘅收入來源。2024年10月第2份 CEPA 嘅修訂協議，涵蓋電視業嘅開放措施，有助香港電視服務提供者喺內地市場發展，推動兩地文化交流。喺剛簽署嘅 CEPA 服務貿易修訂協議，內地對多個服務領域進一步開放，包括電影、電視等，同時吸引更多初創企業、海外企業同人才落戶香港，以進入內地。CEPA 提出咗優化香港電視業界嘅項目，包括取消香港人士參與網絡電視劇擔任主創人員嘅數量限制，允許香港製作嘅引進劇經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批准之後，喺內地廣播電視台黃金時段播出。我哋睇到內地其實點解話發展得好蓬勃呢？其中一個好大嘅因素都係佢哋嘅市場好大，佢哋觀眾群好大，觀眾後邊嘅消費力係越嚟越強大。咁喺 CEPA 嘅框架或者內地協作嘅框架裏邊，可唔可以做到更多電視嘅合拍？生態上我諗都要去改變一下，就係點樣去擴展我哋嘅市場。咁我諗粵港澳大灣區融合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嚟嘅。政府積極為電視業界打開內地市場，尋求機遇。但係呢一種製作模式，又係咪可以增加電視節目嘅市場份額？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嘅統計，過去5年，香港持牌電視廣播服務行業嘅收益總額持續下降趨勢，由2019年約74億港元跌至2023年約69億港元。內地譬如話拍一套電視劇啦，平均集200萬、300萬，但係香港其實嘅劇集咧，好多時嗰個製作成本咧，只係得返即係可能1/10
點樣可以去滿足國際市場呢？或者國內市場呢？一定要係增加個成本，就可能係一啲通過啲合作機會，譬如話同一啲大嘅傳媒啦，國內或者係串流平台啦，咁可以製作更好嘅節目，俾更多嘅市場嘅。製作成本嘅多少，無疑係影響節目嘅可觀性之一。但係對電視製作人嚟講，提升自身嘅競爭力係一個相當重要嘅因素。90年代之後，唔少電視人北上發展，為兩地嘅商營電視業合作帶嚟新機遇。去到一個更大嘅地方嘅時候，你跑內地嘅時候，其實你每日係同幾萬人或者幾十萬人競爭緊嘅喎。放寬啲香港嘅主創啊或者演員啊嘅 quota 可以上去啊，咁其實過去嗰20幾年不斷都有嘅。都好多香港嘅同業爭取到上去發展嘅，咁你要諗人哋點解要請我啫？我有提供到咩價值啫？咁我哋一定要加強自己個競爭力咯。當陣時我返內地就已經係覺得佢哋，咦，好過香港咯喎！咁佢個體系上已經係好接近我哋。依家嘅發展應該係仲比以前進步啦。無論你做咩行業，係一定要有進步。一個問題係我哋唔夠人叻，個眼界唔夠多。我覺得係其實應該再放寬啲，就係等我哋同更加多唔同嘅電視台或者不同嘅大嘅海外嘅平台更加多合作咧。其實香港個製作人個眼界先夠闊。擴闊電視製作人嘅眼界，可以帶嚟新鮮嘅視覺，亦增加節目嘅吸引力。不過，合作涉及嘅製作成本就會加大。為咗推動電視業界同鄰近地區嘅交流合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轄下嘅文創產業發展處喺2022年推出嘅創意智優計劃，撥款資助本地電視業界嘅製作費用，豐富文藝創意內容，亦更有效推動本土文化發展。鏗鏘集就相關資助計劃邀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訪問，得到局方以書面回覆。喺2023年同2024年進行咗2輪嘅資助申請，邀請咗3間本地商業營運免費電視台提交項目建議書。第一輪申請共批出3個項目，總資助額為港幣2547萬元。第二輪申請共批出5個項目，總資助額為港幣4507萬元。其中一間獲批資助嘅商業營運免費電視台，就同廣東電視台聯合製作咗一個賀年綜藝節目，喺舊年嘅新春期間播放，吸引咗接近4000萬人收睇。我哋好想同廣東嘅合作做多啲，咁我哋好想將廣東話呢個市場咧，同廣東台一齊合作，將廣東話嘅市場再做翻大啲。除咗同內地電視台爭取合拍嘅機會，喺製作上具競爭力嘅國家同樣不容忽視。就好似另一間獲得資助嘅商業營運電視台，舊年就首次同泰國電視台聯合製作音樂綜藝節目，認為今次係一個好難得嘅合作機遇。點能夠做一啲更高質量嘅節目，都係我哋同世界競爭嘅一個關鍵。其實今次咧，即係香港同泰國流行歌手一個叫聯成合作啦。除咗展現俾香港嘅觀眾之外咧，亦都令到泰國嘅觀眾能夠更深入咁樣去認識新一代香港歌手佢哋嘅音樂，咁啊，從而咧將香港嘅音樂文化咧就推廣到去海外嘅。因為呢個係得到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嘅撥款資助，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成件事個規模上啦、資源上咧，都可以做得比較完備同埋比較盛大啲啦。製作成本增加，的確可以提升節目內容嘅質素。而近年致力製作跨地區音樂選秀節目嘅另一間商業營運免費電視台，亦同樣獲批資助。電視業界通過政府嘅資助，同內地甚至其他國家合作，認為呢一種模式絕對可以喺短時間內擴大觀眾群，將香港製作嘅節目帶到更大同更遠嘅市場。咁我覺得我哋就做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我哋幫佢喺馬拉啦、加拿大我哋都播咗啦，開始做咗第一步，想將大灣區個感覺一路變得比較重要啦。
我哋係面對緊一個咧嚟自世界唔同影視平台佢哋嘅一個激烈嘅競爭嘅，咁所以點樣提升到香港製作內容嘅質量咧係好關鍵。其實而家政府嘅資助咧主要係喺我哋綜藝節目嘅製作上嘅，咁但係觀眾對於唔同類型嘅節目要求咧其實亦都越嚟越高啊，咁所以我哋好期望咧政府可以喺嗰個資助嘅內容嘅範圍上咧可以擴闊，例如喺一啲劇集嘅製作方面啦。咁如果喺得到政府嘅全力支持同埋即係一啲撥款資助下咧，咁令到我哋業界嘅製作質量啊同埋個規模咧就可以有所提升，咁啊令我哋咧喺成個電視產業裏邊嘅發展咧可以行得更遠。跨地域合作無疑能夠為香港電視帶嚟更多可能性，亦令製作人能夠打破固有框架。不過，有人就擔心失去香港電視節目獨有嘅特色同埋優勢。所謂嘅香港製作，又係咪仍然存在？咩叫香港製作咧？就一定有香港角色或者香港劇本，所有都係香港嘅。世界各地嘅大嘅製作咧，都係其實咧佢係某部分，譬如劇本啊，或者係演員，其實咧有香港嘅特色嘅一啲製作嘅類型咧，其實可以靠呢個模式咗去嘅。內地唔會因為你個內容係為外國人而設嘅，或者為大多數人而設嘅，咁我就會抗拒。相反嚟講，更受歡迎。將嗰個眼光或者視野咧，係放喺全世界度咧，我相信我哋一定有我哋香港人嘅發揮機會。無可否認，香港嘅法例規管會直接影響電視節目嘅創作自由同埋市場競爭力。隨住時代嘅變化，條例係咪都需要適時調整？電視條例係1964年立法嘅，衍生成為廣播條例係咩年份呢？2000年，25年咯。天翻地覆個變化，我哋成個生態唔同咗。好簡單嘅例子啊，植入式廣告，我哋睇到好多譬如內地嘅劇集都有好明顯嘅植入式廣告。我知最近有放寬嘅、放鬆嘅，係咪重新諗一諗？我哋嘅條例希望做到咩呢？我哋係咪希望可以幫到我哋嘅電視行業、我哋嘅電視台、我哋嘅製作組喺同周邊係有得攣嘅、有得競爭嘅，個空間係一樣嘅。香港嘅商業營運免費電視台今日雖然面對唔少衝擊，包括全球經濟影響、廣告收入減少、互聯網同串流平台嘅興起。事實上，華語市場係一個潛力巨大嘅寶藏，全球受眾面廣大而多樣化。只要香港電視業界能夠與時俱進，保持創意同質量，未來嘅發展空間仍然無可限量。香港未來嘅電視台嘅製作能夠成為大製作咧，一定要走出去，同埋譬如話啲國內一啲即係媒體啊，包括一啲串流平台合作，能夠增加佢個第一佢個質量，第二咧就係佢個市場可以賣到，譬如話到東南亞或者去賣翻內地。咁其實咧呢個先係香港電視市場能夠繼續生存嘅空間咯。行政長官早喺2022年施政報告當中提出，支持本地商業營運電視台同埋內地甚至亞洲團隊聯合製作綜藝電視節目，提升香港流行文化嘅軟實力。其中一間獲批資助嘅商業營運電視台，今年1月同廣東電視台延續舊年嘅合作，特意打造一個全新嘅春晚節目，希望能夠開拓更大嘅市場。因為政府嘅要求，我哋做多咗一啲嘢，就係我哋做緊微短劇。我哋啱啱拍完啦，就係再多一啲內容嘅更新，有趣嘅拜年嘅微短劇優興啦。咁我哋就拍咗20集，3分鐘一集。咁呢個就係對我哋嚟講就係，咦？我哋利用政府俾我哋嘅錢啦，或者係利用政府同我哋一次嘅合作，我哋就會做得更多新嘅嘢，愛嚟試咗同唔同嘅人合作咯。節目內容嘅創新一直係電視業界需要嘅重要資產，借助節目去推廣香港文化藝術，亦不容忽視。就好似另一間獲批資助嘅商業營運電視台，今年有機會同日本以及馬來西亞嘅電視台合作。
呢一個項目咧係繼我哋同泰國電視台合作之後咧，另一個去推廣香港嘅音樂文化俾海外觀眾嘅一個重點項目嚟嘅。今年其實我哋咧亦都會同馬來西亞嘅伙伴咧就製作一個關於街舞比賽嘅一個項目嘅。除咗對外輸出一個叫做香港嘅街舞文化之外咧，亦都俾即係海外嘅人咧睇得到香港城市嘅魅力嘅一面啊！而第3間商業營運電視台亦捉緊香港音樂文化市場，今年同馬來西亞電視台合作，製作跨地區嘅音樂綜藝比賽節目，令跨地域製作發揮最大價值。優秀嘅人才相信係成功嘅關鍵。入行超過30年喺電視台出身嘅蘇萬聰導演，2014年就有人邀請佢到內地拍劇，係當年第2批有機會進入內地發展嘅電視從業員。第一批我冇記錯，應該係2000年到嘅時候，就我有啲前輩啊，咁佢哋喺香港都好熟練嘅電視劇導演，就開始北上發展啦。咁香港導演嗰陣時咧就效率好高啦，咁同埋武俠劇啊、動作啊、節奏啊，方方面面都掌握得幾好嘅。咁2000年之後就好多香港導演上咗去，而嗰陣時佢哋都幾需要香港嘅一啲導演人才嘅。因為佢哋都係啱啱係處於一個電視嘅一個起飛嘅階段咯。咁嗰陣時機緣巧合，咁啊有機會就上咗去，開始接觸內地劇。蘇萬聰表示，內地團隊有嚟自五湖四海嘅人，起初喺溝通上有好大困難。內地一個劇組裏邊，閒閒地都講緊100幾200人，嚟自五湖四海嘅。咁當然都係大部分講普通話。我哋係廣東人啦，我哋香港人啦，以廣東話為主啦。我哋嘅語言能力已經唔夠佢哋強啦，因為佢哋全部係學電影出身嘅，佢哋對藝術嘅一啲訴求啊、質感嘅處理咧，係偏向電影嗰種。咁喺電視台嚟講拍劇，反而咧風格啊或者畫面質感嘅嘢咧要求冇咁高㗎。去到內地好唔一樣啦。咁我哋都要不斷提升自己咯，希望就係同佢哋合作得再好啲咯。入行比蘇萬聰早嘅林迪安喺80年代開始已經同內地團隊合作，坦言當年內地喺影視製作未太成熟，而90年代有機會去荷里活發展，令佢大開眼界，希望可以將當年香港未有嘅製作模式帶翻嚟發展。我去荷里活嗰陣時係好驚訝嘅，譬如話我要做一條威亞，力度幾多，百分之幾多秒去上升幾多尺。百分之幾多秒跌翻落嚟嘅一隻，全部係電腦化。咁我去咗荷里活之後，再翻國內。咁當我拍國內嘅戲嘅時候咧，就已經覺得佢哋進步咗好多。進步到咩程度咧？佢哋而家行緊嘅制度係好近乎荷里活嘅制度。現時香港政府推出一系列嘅放寬政策同資助計劃。對於入行多年嘅電視製作人嚟講，呢啲措施又係咪足夠呢？我希望佢再開放一啲咯，或者再鬆綁一啲咯。以我所知，譬如東南亞其他國家或者澳門都好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資助嘅機制，但係佢哋相對簡單好多嘅，咁同個流轉又快好多嘅，創意會過期嘅，即係有條橋可能今年得，但係下一年可能又已經唔得㗎啦。咁但係如果你批一筆錢俾佢，一批都批咗2年，咁大家都攰啦。創意係等唔到嘅呢樣嘢。行內嘅人大家都喺度傾偈度講，講嚟講去冇錢啫嘛，有錢我都識拍啦。唔係㗎，因為個技術就係技術。香港嘅電影咧，或者電視劇咧，都係我哋要尋求一個比較高啲嘅技術去再推進。咁變咗好多嘢就係。你一個劇本個創作嗰個位嘅時候，可以發揮多啲。咁然後 support 你嘅 background 咧，就係有政府喺度。善用創意同埋最新嘅技術，相信可以吸引更廣泛嘅觀眾層面。而政府嘅資助補貼，令電視業界有能力喺全球市場當中佔一席之地，帶領電視產業衝出香港，同時要堅守本土文化特色。業界認為仲要加強啲乜嘢元素呢？大家都係同時做緊一個警匪劇，觀眾點解要睇我呢個唔睇佢嗰個呢？我贏人哋喺邊度呢？你做到你自己有特色嘅、有個性嘅嘢，到時你受歡迎嘅話，個市場自然就嚟揾你咯。
我希望我哋香港嘅同業又好，或者想內地發展嘅朋友仔又好，唔好當拍劇淨係將你嘅技術或者你嘅工藝賣出去咯，要有啲抱負咯。當然政府有政府嘅政策，但係我覺得喺業界而家今時今日嚟講，我哋係咪利用翻香港嘅優勢咧？你話捍衛港產片係唔係全部用香港人？我覺得唔係。點捍衛咧？合作啦，我哋都係主導，我哋有人才，我哋係有能力，係呢個肯定咗噶啦。咪希望我哋啲下一代後輩就加倍努力啲咯。令合拍真正成功，要維持國際市場上嘅優越地位，提升競爭力係重要嘅一環。政府又可以點樣加大力度協助香港嘅電視產業帶到國際市場，開拓更廣闊嘅未來？最近 CEPA 嘅進一步完善啦，令到好多香港嘅製作人或者製作嘅內容咧，可以得以更加容易入到國內，呢個絕對係好事嘅，即係等於我哋嘅市場再闊一啲。咁所以我哋更加要知道我哋嘅內容咧，應該係以咩定位啦？我哋嘅定位如果係向住亞洲市場，甚至乎目標係劍指國際咧，咁其實呢樣嘢咧，更加令到我哋自己保持住我哋嗰個中西文化合璧嘅優勢咯。其實我哋係咁多年嚟咧，係累積咗好多好好嘅題材同埋好多嘅 IP 嘅。咁其實呢啲都係財富嚟嘅喎，呢啲都係可以話勾起好多我呢個年代啦，甚至周邊國家地區華人，尤其是華語社會共同嘅一啲回憶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利用好呢啲咁嘅精神財富，我哋 IP 咧去發展電視行業，甚至更廣闊啲嘅一啲行業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嘅優勢同埋值得我哋去諗咯。我好希望政府可以重新去諗一諗電視呢個行業係點樣可以幫助到香港做到香港希望做到嘅長遠目標，係容許佢哋有個空間可以有更好嘅創作、更好嘅發展空間、更好嗰個彈性，係俾到佢哋發展。事實上，香港電視產業成功嘅背後，有經濟發展嘅帶動，亦有製作同創作嘅功勞。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要維持競爭力，係需要更多具香港特色、創新以及有國際視野嘅題材。喺政府持續協助電視業界之下，電視人亦要持續創新、擴闊視野、把握機遇，令香港電視行業喺未來做得更好，走得更遠。